头来看，即届做风台嘛飘来着真侪粪扫，像即个东北角的片头渔港，即个海面甲步行道路，满拢是粪扫，车辆真歹通行。另外，每一年放水顶的举办地，望海上的码头，嘛是规港拢是海漂的粪扫。啊，即款的场景嘛发生伫个外岛马祖，讲是因为即个风台的宽流，甲真侪中国的玻璃拢吹漂到马祖北港的海边啊，互南竿类的圣地变作粪扫地。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北角的鼻头渔港，道路上全部都布满废弃物，让当地的车辆难以通行，交通相当不便。手机甲粪扫是坐干那山，顶甲根本看袂到马路伫对，货车是真歹过。热心的民众赶紧提扫帚倒3工，扫出一条路。大潮啦，大潮就会满起来。平时用那个风势，嘛是过规港。北海岸片头渔港去互风台扫过了后，海面嘛去互大量的漂流物冚过，根本看袂到海水的色水。渔会甲乡公所出动怪手来砍。海里面的那个漂流物实在太多了，现在是对能清多少就清多少。北海岸海洋是先真悬，估计可能会出现5公尺以上的海洋，而且路面上的插头拢是去互海洋冲上化，骑车经过是非常的危险。不过，那北海岸对连离岛嘛是同款，画面内底满满粪扫拢是去互海洋冲上化漂流物，尤其是玻璃拢特别多。马祖北港的海边啊，原本是水当当的蓝白色，如今所变成是粪扫场，当地居民足无奈。是很臭，因为就是海水就可能呈现死水的现象，所以呢，在它的水质残留在保利龙，那就会特别的难闻。看到风台才拄走，就落雨台湾一大堆粪扫，民众敢若希望会当赶紧处理好清气，享受当地人一个美丽海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